今日冒着大雨啊，都嚟拍下金地世紀城呢個樓盤啊！依家開發商咧前身加推4棟6棟，個細面積啊有80方，有87方。80方咧就朗房、朗廳一衛，而87方嘅咧就3房朗廳一衛啊，而且係前身裝修嘅交標嘅。佢到時成交嘅話咧，仲加會送家私家電6件套，同埋咧送一個車位。我哋睇下樣板間啦，今日有啲大，走。好啦，嚟到金地世紀城裏邊嘅小區移民綠化，我哋睇到呢邊咧係有一個游泳池嘅，咁咧呢個6、7月份咧佢就會開通噶啦，而且成個小區咧人車分流，連一台電動車啊都唔可以走上嚟嘅。成個小區移民綠化咧係偏一個歐式嘅呢個風格嚟設計㗎，而且佢每一棟咧嘅樓間距咧係比較寬嘅，佢唔係好似啲比較密集嘅地方啊。而且呢度咧仲有一個好處咧，就係交通方便，樓下就有一個港澳直通巴士嘅。咁港澳人士買咗呢度咧，咁去返香港啊都比較方便嘅啊。同埋澳門咧呢度嗰啲班次有啲紅巴，每15分鐘一班，比較密嘅，所以完全唔擔心交通嘅問題。咁如果你話去商場啊，同埋嗰啲大型嘅商場咧，可以有優越城過去咧都係大概係1、2公里嘅車程就到㗎啦。咁我哋依家去緊咧就樣板間，睇下今日新加推嘅80方同埋87方嘅戶型。聽講話佢啲戶型咧就比較實用嘅，同埋佢個福利就比較大。均價就12900起，但係精裝修。咁我哋一齊過去睇睇啦。好啦，嚟到4棟嘅樣板間。首先我哋入門口睇到呢個交標啊，全部係包含晒所有嘅戶型嘅交標標準啦。跟我嚟睇88方嘅。88方做到3房朗廳一衛一個格局啊！首先入門口咧，重點介紹呢個位置。呢個位置係完全係唔計面積嘅，佢做咗一個廚房嘅設計。咁咧，佢呢套房咧係樣板間，後期咧交標嘅咧就冇風窗嘅，佢做咗風窗，而且呢個視野啊非常之開闊，可以睇到呢個樓間距似都有成100米嘅一個樓間距。3房朗廳一衛一個格局，3間房。呢度1間房，呢度第2間，呢邊第3間，而且呢邊呢個就係一個洗手間啦。佢3間房都係連埋一齊嘅。88方做到3房朗廳一衛一個格局。而家我哋過去睇4房。4房嘅咧，佢呢個位置咧係贈送嘅。呢個位置啊，都係唔計面積嘅，所以金地世紀城裏邊咧，所有嘅戶型咧都比較實用。4房朗廳朗衛一個格局，呢度首先入嚟咧就係一個做個書房，而且呢套房咧係南北對流嘅，相當採光，完全冇問題。呢個廚房位置，呢邊就3間房，3個衛生間嘅，每間房嘅格局都方方正正。而且呢套房，而家呢個金地世紀城咧，佢個單價咧就12900起，同埋送一個車位嘅，加1萬蚊再可以送一個產權車位。如果對呢套房感興趣嘅，可以評區留言實地帶你睇房。